眼见不一定为凭，不孝团体利用 Deepfake 技术仿照名人言行举止，企图从中得利，或者是改变选举结果。这样的案例在国内外时有所闻。中嘉宽频媒体视读宣导团队24日来到了南区新兴睦邻教会，向社区民众分享反诈新知。太多这种灾难影片都可以用 AI 制造而成。而且这边东西就是如果你长期看下来的话，可能会对灾难感到疲劳啊，还是一些脱敏的反应。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很重要，你都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，所以也不要随意的转传。更重要的是，有时候这种影片、这种照片，很喜欢拿，比如说88风灾的灾难影片拿来讲现在的，这都是常常看到的。除了教导民众如何防范 Deepfake 诈骗，宣导团队也分享了正确接收资讯以及善用查核 App 的观念，提高民众媒体识读素养，做个聪明乐听人。分享一些案例，有没有特别有感这样？对啊，我就是这样子才知道说那个 AI 就是有很多的模棱两可的信息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。你觉得今天这个课程实用吗？很实用啊！AI 变的，觉得说哇太神奇了，怎么这样一下可以变16个脸？会觉得那个提高你的什么防备意识吗？对，尤其是现在3C 的进步很快，但是虽然长辈他们没有在用手机的还是很多，但是这些的资讯给他们，其实回到家里面，他们还是可以去跟小朋友啊，或者他们的家人去做一个互动沟通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很棒的课程。媒体识读宣导团队也设计了许多有趣问答，让社区民众学习过程变得更轻松愉快。中嘉宽频3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，媒体识读宣导除了分享各种反诈新知，也在课程中分享了如何辨别假消息。课程内容实用且有趣，也欢迎对课程有兴趣的社区民众或者是学校团体，都可以向公司报名。媒体识读免费报名专线06-281-5194-8516许小姐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